有香港媒体是报道，总统赖清德打算伫咧8月过境美国，不过美国有可能会为着要顺利筹办传习会来取消赖总统过境的安排。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伫咧17的时阵就有回应讲，台湾总统过境是符合当期的政策，也有惯例，这款的过境也考虑到安全，也有尊严。那详细的情形，咱来连线互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是最近是有媒体曝光，咱总统赖清德按算伫后个月时阵要来过境美国的纽约坎达拉斯。不过，香港的媒体《南华早报》是伫15号的时阵讲，这个美国是因为要来办这个川习会，等来考虑取消赖总统的过境。针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今仔日是表示讲，台湾总统的过境安排甲美方过去的政策拢是相同。Trans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igh-level Taiwan officials, including presidents, are again in line with past practice and fully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and such transits are undertaken with consideration for the safety, comfort, convenience, and dignity of the passenger. 那伫7月12日的时阵，美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伫马来西亚见面了后，这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是表示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并无伫见面的时阵讲到台湾总统要来过境这个代志。咱政府到目前为止是还未证实赖总统要来出国这个消息。那咱台湾伫美国的代表处嘛表示讲，即马无消息会当来公布，若是确实有要来安排这个总统的过境美国，嘛会交由总统府来对外说明。以上是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伫美国国务院的报道。